那你看完的心得是什么？感恩要把我打死。我问妈妈，妈妈，你看完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的感想是什么？母亲真伟大。你怎么眼眶红红的？我刚才有看到你在偷哭，还在那边装坚强。你也是看第二次的，有什么心得？重点是你看2次哭2次。不要哭了。写考。对啊，在那边哭，我还递卫生纸给他了。其实我都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我们还没有那么干净。那你要不要拍一部电影？好，爸爸要帮你们拍几个主题曲哦，很顺畅。这一位的主唱在唱什么幸福在歌唱，我有点想到昨天的阿妈家拜拜，但是我差点笑出来。掉我真的很妈妈怎么那么久？她是在厕所又大哭。你到底哭完了没啦？妈妈哭完了。母亲她其实原本也是一个小女孩，但是她生下来这个女儿，她就变成了一个母亲。所以我也想提醒各位妈妈，你们要下海了，但是呢，也是记得的，你还是你，爱真的很伟大。我想要告诉大家说，有时候不要看人家的外表，有可能他有他的苦衷。